彩虹，彩虹，然后等待高铁。哦，昨天也有拍到彩虹啊。东边下雨，西边有太阳啊，就容易拍到彩虹。这个叫山葡萄啊，野葡萄，山葡萄，你看开花了哦。哦，日本的有那个是彩色的山葡萄、野葡萄，彩色的果实彩色的呢。哦，这个是欠缺肥料了，不然的话，那果实应该会很多。哦，这个是打雷的声音。彩虹了，彩虹了。哦，哦，彩虹那个圆周率3.1415926到8之间。